当节目开始进前，有一个真实用的小撇步，甲大家讲：你真会当看到荧幕下面有一个信息窗口，有一个留言连结，请你着5星评价。那如果你听完超级介意，你嘛会当互我抖内，请我食一个碗粿。所会讲的，从 Podcast。台湾人讲的聊斋，有争议的妖狐鬼怪，所会讲互你了解。本节目由松 Podcast 独立制作，第12卷第5篇，结客。有一个咧卖吉仔的南方商人，吉仔就是 Scorpion。这每一年拢到这灵居关收足侪吉仔。这当地的人拢摕着这叉子入去到山中掀开石头找迄个崩坑，一世界掠这吉仔，通去交这番安尼啦有一年收这吉仔的番又过来伊大动女舍当中，雄雄感觉心脏噼噗彩骹尾手尾冷叽叽Chinese 就赶紧甲这店主人讲我杀身伤过济真吉仔鬼烦恼要来害我，请你赶紧救我啦！这店主人看伊这房间内底拄有一口大甕，就互这个番举动遐摕这甕甲扣好起来。过无偌久有一个人撞入来，这个人黄色的头鬃，生做安尼歹叽叽，鼻倒倒安尼问这店主人迄个南方商人伫倒位迄店主人就回答讲我拄看着伊拄出去尔嘿。迄吉仔鬼就当这室内这四下一世界顺顺看看又搁那亲像闻着什么物件共款，闻了足久，就行出门这店主人透一口气讲好佳哉无代志。拍开迄个甕来看迄人客迄个人客已经化作火水每一个人对美的定义拢无同，毋是所有的人拢会当生做像天仙。有剃头的是男神，无剃头的是好神。为家己打理好整齐，这是一定做会到。查甫人爱注意家己的仪容，查甫人的水毋通摕来收藏你若要剃头、要修面、要趁钱。伫台南才有法度受到上完整、上丰富的服务。所在地40外栋踏出社会到今，我对有毛加吐野的。我上爱电炉的高频震动剃头师傅手指头的温度。我上爱洗头过后水珠骨落的味道，还有乌上的呢喃神棍。你若来台南，一定要来剃头。你就会知影台南人生活质感的要求佮态度。不管你是要手剪、要电剪、要小吹、要大吹，要冷烫、要电棒，还是用电头落去崩。看你是要坐咧洗、倒落去洗、去水槽洗，要找恁阿姐，浸着爱佮敬畏的三分水，洗去人生的缺点佮无欢喜。你若微微笑，人就会对你笑微微。请你注意，你若找到师傅，一日剃头，3日烟头；你若找唔到师傅，一日剃头，3日烟头。传统理发相关单位拢伫台南。